另一個角度咧，就係哇，伊朗同以色列打仗啊，好需要錢喎，唯有賣石油換錢嘅啫。所以我睇油價遲啲下跌嘅機會仲多啲，而房地產咧作為一種實物資產，即係有比較好嘅基礎去抵抗金融市場嘅風暴嘅。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啦！都有一排咧冇同施生做訪問啦，施生你好啊！你好。係咁係好多國際大事咧，其實我哋都之前未討論過嘅，咁但係咧最貼身啦，甚至乎係其實夜晚我哋香港時間瞓緊覺嘅時候，都不斷傳嚟消息咧，就係以伊衝突方面嘅即係戰爭啦。咁當嗯，大家即係諗住喘一口氣，見到中美兩國咧就貿易戰好似有啲握手言和嘅傾向咧，咁就大家對經濟啊或者係美債嘅一啲憂慮都放緩嘅時候，就傳嚟以伊衝突加深，咁就再次引發咗咧大家對美國通脹咧會唔會重現嘅憂慮啦。咁啊，先問問先生喺減息嗰方面先，因為都就快議息啦，係咪都會將減息呢一個步伐再次拖慢，甚至乎係調轉頭加息添咧？情況係幾複雜下嘅。從貿易戰嘅角度去睇咧，你加咗關稅，你係會增加嗰個商品嘅價格噶嘛？你唔係一定可以完全轉嫁俾製造商啊、出口國嘅。咁入口國啊、消費者啊，都會承擔一部分嘅成本嘅。啊，睇各方面嘅能力啦。如果原本製造商食水好新嘅，佢啃咗佢都得。如果製造商本身都冇乜錢賺，佢要佢做蝕本生意，佢又唔制噶啦嘛。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即係嗰啲產品嘅供應減少啊，價格上升啊，呢個咧就係對通脹係有影響嘅。而家咧就從美國嗰啲通脹數字睇，似乎影響就唔大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貿易戰咧就好早就講噶啦嚇。特朗普競選期間已經話會喺呢方面向即係中國啊同埋其他國家施壓嘅。咁好多入口商啊都有庫存嘅，儲定先啊。咁佢而家係賣緊以前買落嗰啲平價貨啊，但係都好奇怪，唔知點解唔加價。一般嗯。情況，佢知道嚟緊供應會少咧，通常加得就加噶啦嘛。但純粹睇統計數字咧，就美國通脹唔算嚴重嘅。通脹唔嚴重可以減啲息都無傷大雅。但係從邏輯推理去講咧，加咗關稅一定會增加嗰個通脹嘅壓力嘅。所以以鮑威爾嘅作風咧，就四平八穩，揾齊啲數字，眼前嘅數字可能出嚟嘅因素，佢都一併考慮噶啦。所以佢喺關稅會增加嘅情況下咧，佢就唔傾向減息嘅。但係特朗普啊，想佢上任之後嗰個政績可以好睇啲噶嘛。咁高嘅息率咧，係對經濟有壓抑作用嘅。所以特朗普啊想減息嘅，同埋佢差唔多時不時就肥鮑威爾噶啦嚇，又話要炒魷啊，又要提早任命新嘅聯儲局主席啊嗰啲嚇。咁呢個角度咧，如果鮑威爾唔好同呢個狂人嘥氣啦，你要揀就揀啲俾佢啦。但係以鮑威爾嘅作風咧，就未必會咁做。如果遲啲誒真係通脹唔係點受影響，而經濟增長放緩，就業數字轉差，
咁咧就減息先至會出現。但係呢個咧係講緊美國嘅利率，實際上而家美元走弱之後咧，好多資金都喺美國流出嚟，好多發展中國家香港其實有一段時間銀行嘅資金都好充裕嘅，搞到香港嘅同業拆息都下降咗好多嘅。咁而家可能即係匯率方面，香港又弱翻啲，銀行嘅同業拆息就喺呢啲水平，可能唔再跌噶啦。但係銀行嘅定期存款咧，而家就一個月嘅定期買層樓收租都有2厘幾3厘啦，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對資金流去投資市場係有好處嘅。成個世界睇咧，而家就睇聯儲局眼前保持不變嘅機會大嘅。美國未揀，香港先揀對香港嘅股市樓市都應該有幫助嘅。咁啱我哋就考慮咗貿易戰咧對通脹嘅影響啦。我想再問多少少施生，就係最近可能以色列同埋伊朗嗰邊嘅衝突咧，佢哋都攞即係嗰個運油出口嗰個位置嚟做一個談判桌啦，甚至乎油價都其實升咗好多啦最近。咁油價升照計都係對通脹嘅影響頗大噶嘛，會唔會都係令到減息，即係然後甚至乎係加息咧？咁當美國加息嘅時候，香港嗰個拆息維持低位啊，甚至乎係樓市好轉嗰個現象，可能都受到影響㗎喎。油價上升只係以色列炸伊朗嘅第一個反應嘅啫。打仗會唔會影響伊朗嘅石油出口咁令到油價上升咧？咁呢個係一個角度嘅睇法，事物有好多角度睇法噶嘛另一個角度咧就係哇，伊朗同以色列打仗好需要錢喎，好需要錢咧，啲錢喺邊度嚟啊？唯有賣石油啦咁點樣可以賣多啲啊？咁咪平啲去搶咯咁變咗市場競爭嘅需要咧，油價係會跌嘅喎所以初初就緊張一輪，話驚冇得出，炸毀咗油田，炸毀咗煉油廠，亦都可能出現減產但另一方面，伊朗等錢使咧，又可以賣多啲石油出嚟嘅喎，咁油價咪會下跌咯。究竟係邊個版本先至係事實咧？係有待觀察咁呢一場仗咧，而家好明顯係以色列佔上風嘅。以色列佔上風咧，佢就唔會佔領伊朗嘅。伊朗係中東大國嚟噶嘛，幾千萬人口以色列幾百萬人口，佢去統治伊朗盞衰嘅啫。佢嘅武器精良戰略出色就可以打勝仗，但係冇條件管治伊朗所以伊朗又唔會亡國嘅，但係伊朗會弱佢冇乜嘢好賣，唯有賣石油換錢嘅啫。所以我睇油價遲啲下跌嘅機會仲多啲，除非以色列唔止炸伊朗嘅核設施，連伊朗嘅煉油設施都炸埋或者產油嘅油田都燒埋，咁咧就全個世界石油供應減少不過實際上呢個世界而家石油嘅供應係多嘅，有啲國家嘅產能都未曾完全用盡嘅，所以我認為油價上升係第一輪已經過咗㗎喇，跟後
回落嘅機會係大過上升嘅。咁另外啦，即係喺呢一個政治環境不穩定嘅情況之下咧，都見到油價即時有反應，學師生話齋就即時上升咗啦。咁之後會唔會下跌就我哋再觀察。咁黃金咧都係即時有反應嘅。咁但係咧見到美元指數咧反而個反彈力度咧就真係偏弱少少，係咪代表話咧即係市場資金咧未必係會再拍入美元度做一個避險嘅作用？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後咧，呢個狂人咧好多政策都係亂嚟嘅。譬如對中國嘅貿易佢加好重嘅關稅，佢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好多嘢都要靠中國加咗中國關稅之後咧，唔單止話美國唔夠稀土啦。連玩具都唔夠，特朗普要叫啲美國啲細路抱，即係個洋娃娃就算啦，唔使好多個嘅咁即係都顯示出其實美國唔買中國貨咧，冇乜地方可以即刻補充到嘅咁變咗美國做好多嘢啊！其實係失算，即係估計錯誤另外佢又去打擊嗰啲低質嘅移民，要趕人哋走，但係呢啲新移民或者非法移民係美國嘅製造業尤其一啲低檔嘅製造業嘅主要嘅即係勞工來源嚟噶嘛。另外亦都大家睇到即係洛杉磯即係佢表現出嚟嘅咧，下半都同世界對美國期望有差距嘅背信棄義就出賣烏克蘭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失望嘅。即係美國嘅前人辛辛苦苦建立起上嚟嘅價值觀信念有啲一路被睇成美國嘅軟實力都被佢破壞埋。咁一個國家咁多價值被蒸發，咁佢嘅貨幣都會貶值嘅。另外佢仲放聲氣話要發啲咩100年免息債券而家又話要整啲穩定幣攞嚟取代美債都係令到人哋對美國係失望嘅。所以美元匯價走弱咧，唔係一時嘅現象，我相信會持續一段好長嘅時間除非特朗普聽日辭職嘅啫如果唔係俾呢個傻佬搞到美國係真係有排都唔可以復原咁所以美元回落美元匯價回落，其他啲投資產品都會上升嘅。而房地產咧作為一種實物資產，即係有比較好嘅基礎去抵抗金融市場嘅風暴嘅，所以房地產我覺得會有資金流入嘅。想問多少少就係咧，啱啱有提及到啦，即係美國收咗呢一個關稅以嚟咧，其實雖然見到當地嘅通脹數據唔係話飆升得特別犀利，咁可能係啲商家自己吸收咗嗰個成本，咁但係當佢以前儲落嘅貨尾賣晒之後，佢可能都需要加價，甚至係即係轉將嗰個成本去轉向消費者身上噶嘛。咁啦美國人就不嬲都中意可能透支消費嘅，會唔會話即係啲商品好見到明顯貴咗啦，佢哋咧係會變成降級消費咧？呢樣嘢咧，施生你覺唔覺得會出現喺美國人身上？美國人利用信貸去消費個傾向比較濃咧，係相對其他國家而言。即係同樣遇到呢啲情況咧，
美國人嘅消費會好過香港人，但係如果大家都係美國人，特朗普上台之後，佢嘅消費能力強呢，又話拜登嘅時候，美國人嘅消費能力強呢，我相信特朗普而家帶嚟嘅不確定性係增加咗嘅，所以美國人喺咁嘅情況下，應該係減少咗消費嘅。最多你話佢減少完，都係多過其他國家人嗰個消費都唔出奇。但係如果佢食慣嘆慣唔理自己荷包入邊嘅錢少咗，或者揾錢難咗，佢都係繼續消費嘅話，咁當然對個消費市場影響冇咁大，但係佢自己嗰個債務咧就會上升得快過以前，將來都係容易出事嘅。明白。好，咁我今日準備嘅問題就差唔多啦。咁當然我哋都係留意緊即係地緣政治嘅變化嘅事態發展啦，亦都睇下未來咧，即係美國嘅通脹數據啦，會唔會因為即係而家嘅通脹數據會唔會係滯後咧？之後會唔會反映翻出嚟啦？咁就唔該晒先生接受我哋訪問啦。我哋下一次節目再見，唔該先生。好，拜拜。拜拜。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